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7节到24节，耶利米书33章第1节到11节，马太福音第20章29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恢复。最近我们的读经都在耶利米书的记载，这个时期的犹大国还没有被掳，但说真话的先知耶利米却被他的王关在监狱中。前一章的经文记载了，在面对巴比伦的攻打的时候，先知耶利米竟然还在购买土地。这只不过是因为他得到了上帝给他的预言和应许，70年之后将要返回到这个应许之地。同样的，在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也再一次的看到上帝的应许，在70年之后，犹大国的人将要重建家园，恢复过去的荣景。耶利米先知说到，将来这个城要恢复，并且在万国当中得到欢喜、颂赞和尊荣。耶利米书33章第1节到11节这样的记载：我还在王宫监狱的时候，上主又对我说话。那位使大地成形、固定大地位置、称作上主的创造主对我说话。他说：你呼求我，我就回答。我要你把你所不知道的那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。我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说，耶路撒冷城里的房屋和犹大的宫殿都将要被围攻、被拆毁。有些人到城外去对抗巴比伦人，巴比伦人要把我在盛怒下杀戮的人的尸体填满这城。由于城里的人所做的坏事，我已经丢弃这城。但是我要医治这城的居民，使他们复原。我要让他们充分地享受和平安全。我要让犹大和以色列人回归故土，重整家园。我要洗净他们冒犯我的一切罪恶，赦免他们背叛的一切罪行。耶路撒冷要使我快乐、受尊重、享荣耀。当世界各国听到我赐福给耶路撒冷人民，使这城重新繁荣时，都会惊惶战栗。上主这样说：人人都说这块土地要成为荒野，没有人也没有动物。不错，犹大各城和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都荒凉了，没有动物，也没有人居住。但是你们要在这些地方再一次听见欢笑和婚宴喜庆的声音。你们也要听见人在圣殿里的献感恩祭的声音。他们要唱，要感谢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因为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要让你们回归故土，重整家园。我上主就这样宣布了。最近我们在新约的经文都围绕同一个主题，就是瞎眼得医治。再次能够看见这样的恩典
医治其实就是一种恢复的意涵，恢复视力，这样的期待其实就如同以色列人，无论是以色列国的人民，或是犹大国的人民所期待的归回、重建，或是再次的荣耀，都是一种恢复的期待。这当然也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应许，也是上帝的怜悯与爱。马太福音第20章29节到34节，圣经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他们离开耶利哥的时候，一大群人跟着耶稣走，有2个盲人坐在路旁，一听见耶稣经过，就大声喊叫：主啊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们吧！大家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作声，可是他们更加高声喊叫：主啊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们吧！耶稣停下来，叫他们过来，问说：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他们回答说：主啊，求你使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。耶稣动了恻隐之心，摸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立刻能够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我们再一次的提醒，我们必须要领受的是上帝的医治，是我们心灵上的恢复，能够看见上帝的旨意，而不是坚持己意而行。诗篇119篇17节到24节，求你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活着来遵行你的教诲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法律中奥妙的真理。我在世上不过是客旅，求你别向我隐藏你的诫命。为了朝夕渴慕你的律例，我的心焦灼难忍。你责备骄傲的人，离弃你命令的人该受咒诅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咒骂，因为我谨守你的法律，虽然统治者千方百计要害我，你的仆人仍然要学习你的法则。你的教导使我欢心，是我的良师益友。恳求上帝医治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医治，以上帝的眼光来看见世界，过着圣洁的教会生活，让我们能够以使人得益处为基础，来归荣光给上帝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